陰符經全文只得區區400幾字，擺喺今日連一條微博長文都算唔上。但就係呢400幾字，被歷代帝王將相、謀臣策士奉為案頭密典。李寬注解，佢話讀得明就可以統兵百萬，將兩句說悟透咗佢，先至可以喺楚漢亂世之中全身而退。皇帝據傳係佢嘅作者，而皇帝係中華文明嘅第一個贏家。呢本書到底講緊乜？我俾你一句說話，佢講嘅係天地萬物都喺度食人，而真正嘅強者係嗰個學識咗反過來食天地嘅人。聽落好殘忍，但呢個先至係呢個世界運轉嘅底層邏輯。唔信我哋慢慢講，先講時代背景。陰符經嘅誕生冇一個確切嘅年代，有人話係黃帝時期，有人話係戰國，有人話係唐代魏拓，但呢啲都唔重要。重要嘅係每一次呢本書被人翻出嚟反覆研讀嘅時候，都係亂世，都係嗰種體制崩塌、秩序重寫、舊嘅遊戲規則失效、新嘅叢林法則正在建立嘅時代。你諗下，戰國係乜？係500年嘅大洗牌，係一個個曾經固若金湯嘅貴族階層，被歷史嘅大手一把撳低，揼到粉碎。係普通人第一次有機會憑借智慧同膽識完成階層躍遷。但同時又係無數人喺呢場殘酷嘅遊戲裏頭，連名都未留低就消失咗。呢個時代嘅頂級玩家唔係嗰啲靠祖傳資源食飯嘅貴族，而係嗰啲真正讀明咗天地運行規律，讀明咗人性底層代碼，然後用呢份認知去撬動成個時代嘅人。陰符經就係寫俾呢班人睇嘅書，或者講係寫俾想成為呢種人嘅人睇嘅書。佢唔講仁義道德，唔講忠孝禮儀，佢講嘅係呢個宇宙係點樣運轉嘅，人喺呢個宇宙裏頭係乜位置，以及你點先可以喺呢個殘酷嘅系統裏面唔被食咗，甚至反過來成為嗰個食人嘅人。聽落好冷血，但我要話你知，呢種冷血恰恰係一種比所有溫情脈脈嘅雞湯都要深刻10000倍嘅悲憫，因為佢睇透咗真相，然後話你知。既然真相係咁，你應該點樣活？好，我哋正式進入呢本書。陰符經開篇第一句話就係一記重錘，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翻譯成現代，話你睇透天地運行嘅規律，然後跟住呢個規律去行動，就冇乜嘢做唔成嘅事，就係咁簡單。對，就係咁簡單，但越簡單嘅嘢越難做到。乜嘢叫觀天之道？唔係叫你研究天文學，唔係叫你睇星星月亮，佢講嘅係一種更深層嘅嘢。呢個世界有一套不以任何人嘅意志為轉移嘅運行規律，萬物都喺呢套規律裏面運轉，強者借助呢套規律乘勢而起，弱者唔明呢套規律，被規律碾壓，仲唔知點解。你睇今日嘅商業世界係咪咁？嗰啲真正嘅頂級創業者，佢哋做嘅嘢唔係死拼，唔係靠蠻力，而係曳到咗時代嘅趨勢，到咗嗰個正在湧緊嘅浪，然後將字擺喺浪頭上。佢哋睇落好似好犀利，其實佢哋只係比別人早一步睇到嗰個浪。而嗰啲失敗嘅人，往往係浪已經打埋嚟嘅時候，仲喺岸上瞓覺，或者係浪退咗之後先走埋嚟，結果被退潮捲走。呢個就係觀天之道嘅現代版本。你要先睇明呢個時代嘅底層邏輯係乜，然後先可以講執天之行。但陰符經接住講嘅話，令好多人睇完之後背脊發涼。佢話天有五策，見之者昌。五策係乜？名、物、時、功、臣呢5個字乍一睇好似玄學，但如果你用現代商業思維去解讀，你會發覺佢講嘅係呢個世界上最赤裸嘅競爭邏輯。名係資源稟賦，係你出世嘅起點，係你天生擁有嘅一切。物係物質世界嘅規律，係供需關係，係財富流動嘅方向。時係時機，係窗口期，係嗰個稍縱即逝嘅機會。功係行動力，係執行，係你可唔可以喺關鍵時刻將件事做成。臣係認知，係格局，係你睇問題嘅深度同廣度。天有五策，意思係乜？意思係呢5樣嘢係天地用嚟篩選人嘅工具，佢哋睇落似機會，但同時亦係陷阱。睇見咗用啱咗你就昌盛，睇唔見用錯咗你就被佢哋反噬，成為佢哋嘅祭品。
你睇呢個係咪極度殘酷嘅叢林法則？呢個世界唔係公平嘅競技場，佢係一個獵場，天地係獵人，萬物係獵物，而嗰啲見之者昌嘅人係嗰啲將自己從獵物變成獵人嘅人。點變？陰符經話：五策在心，施行於天。意思係你將呢五樣嘢裝入個腦度，理解透徹，然後用佢哋去行動，你就可以反過來掌控天地嘅遊戲。呢句話令我想起一個人范蠡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嘅故事，大家都聽過。但勾踐身邊嗰個真正嘅高手係范蠡。范蠡係乜人？佢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嘅戰略級操盤手。佢幫勾踐復國，完成咗嗰個時代最冇可能完成嘅任務。但更犀利嘅係，佢喺功成名就之後，選擇咗激流勇退。佢將呢件事做得咁乾淨利落，以至於後來嘅人將佢奉為商業之神，稱佢為陶朱公。范蠡點解做到呢一切？因為佢係嗰個時代極少數真正識得觀天之道嘅人。佢睇明咗一件事：勾踐呢個人可以共患難，但唔可以共富貴。呢個唔係佢對勾踐嘅判斷，呢個係佢對人性規律嘅判斷。一個喺絕境中靠住屈辱同仇恨驅動嘅人，一旦目標達成，佢嘅內心會產生一種巨大嘅空洞。呢個空洞需要被填滿，而填滿佢最快嘅方式就係將嗰啲知道佢曾經有幾狼狽嘅人逐個消滅。呢個唔係勾踐一個人嘅問題，呢個係人性嘅底層代碼。所以范蠡走咗，佢唔係因為怕死先走，佢係因為睇透咗呢個規律，然後做出咗最優解。佢走之前仲寫信俾文種話：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文種冇走到，然後文種死咗。你睇，同樣係功臣，同樣喺勾踐身邊，一個睇明咗天道走咗，一個冇睇明留低死咗。呢個就係陰符經講嘅見之者昌，見唔到嘅就係嗰隻被烹咗嘅走狗。殘忍嗎？殘忍，但呢個就係真相。陰符經繼續講：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。呢句說話係成本書裏頭最霸氣嘅一句說話。宇宙在乎手係話，當你真正掌握咗天地運行嘅規律，成個宇宙嘅變化都喺你嘅掌控之中。萬化生乎身係話，所有嘅變化都從你自身出發。呢兩句說話擺埋一齊，講嘅係一種極度自信、極度清醒嘅強者心態，唔係嗰種盲目自信，唔係嗰種我老子天下第一嘅狂妄，而係一種建立喺深刻認知基礎上嘅從容。我知規律係乜，我知我喺邊度，我知下一步應該點行，所以我不慌。你知唔知歷史上有邊個人俾我呢種感覺最強烈？張良。張良呢個人係中國歷史上被嚴重低估嘅頂級玩家。大家都知佢係劉邦嘅謀士，都知佢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，但好少有人真正去諗張良呢個人嘅底層邏輯係乜。張良出身韓國貴族，韓國被秦滅咗之後，佢散盡家財，組織刺殺秦始皇。博浪沙嗰一錘差點改寫歷史，但失敗咗。然後佢亡命天涯，匿喺下邳。就係喺呢段時間，佢遇到嗰個傳說中嘅黃石公，得到太公兵法。有冇黃石公呢個人我哋唔知，但張良喺嗰段沉寂嘅歲月裏頭，完成咗一次徹底嘅認知升級，呢個係真嘅。佢從一個熱血嘅復仇者變成一個冷靜嘅戰略家，呢個轉變係質嘅飛躍。一個復仇者係被情緒驅動嘅，佢嘅行動邏輯係我爭，所以我要打。一個戰略家係被認知驅動嘅，佢嘅行動邏輯係我睇清楚咗，所以我知應該點打，以及幾時打，打幾多。張良加入劉邦之後，佢做嘅每一件事都帶住呢種冷靜。鴻門宴，佢幫劉邦全身而退，唔係靠武力，唔係靠運氣，係靠對人性嘅精準判斷。佢知項羽呢個人有一種貴族式嘅驕傲，不屑喺宴席上殺人。佢知項伯呢個人係個重情義嘅老派人，可以被拉攏。佢知劉邦呢個人能屈能伸，只要俾佢一個台階，佢可以將個頭耷到地上去。但心入面嗰團火一直冇熄，所以佢精準咁佈局，精準咁執行，將一場必死嘅局變成一場全身而退嘅表演。呢個就係宇宙在乎手嘅感覺。
唔係佢比別人強壯，唔係佢比別人有錢，係佢比別人睇得更清楚而睇得清楚，喺任何時代都係最稀缺嘅核心資產。但因父經喺講完呢啲強者邏輯之後，突然話風一轉，講咗一句令人心寒嘅話：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；天生育萬物，亦殺戮萬物。呢個係道嘅本質。呢句說話背後匿埋一個極度殘酷嘅真相，冇乜嘢係永恆嘅，冇乜嘢優勢係永久嘅。今日嘅強者，聽日可能係弱者；今日嘅贏家，聽日可能係輸家。呢個唔係悲觀，呢個係規律。陰符經接住講：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天下所有人都知呢個道理，但冇幾個人能夠真正按照呢個道理去行動。點解？因為人有慾望，人有執念，人有對既得利益嘅迷戀，有對失去嘅恐懼，有對自己所處位置嘅過度依戀。呢啲嘢令人睇唔清楚，或者睇清楚咗都邁唔出嗰一步。你睇項羽。項羽係嗰個時代最強嘅武將，冇之一，力拔山兮氣蓋世。呢個唔係吹牛，呢個係真實嘅戰鬥力。佢喺巨鹿之戰中以少勝多，將秦軍打到潰不成軍。佢係嗰個時代最耀眼嘅強者，但佢敗咗，敗俾邊個？敗俾劉邦。呢個睇落好似乜都唔及佢嘅人。點解？因為項羽唔明陰符經講嘅呢個道理，佢唔明天生天殺道之理也。佢以為強者就應該永遠係強者，佢以為佢嘅力量、佢嘅勇氣、佢嘅貴族血統係佢永恆嘅護城河。佢唔知時代嘅浪潮比佢嘅力氣更大，佢唔知民心係比軍隊更強大嘅武器，佢唔知一個人可以贏到每一場戰役，但輸咗成場戰爭。所以佢喺垓下四面楚歌，最後喺烏江邊選擇咗自刎。佢話：此天之亡我，非戰之罪也。呢句說話係項羽一生中講過最錯嘅說話，唔係天亡你，係你唔識天道，所以被天道淘汰咗。你睇，同樣係嗰個時代嘅頂級玩家，張良識得天生天殺，所以佢喺攻城之後選擇咗退隱，選擇咗辟谷修道，將自己從旗手變成旁觀者，全身而退。項羽唔識，所以佢用盡晒所有嘅力氣，最後死喺自己親手揀嘅戰場上。呢兩個人係《陰符經》呢本書最好嘅注腳，一個見之者昌，一個見唔到亡。《陰符經》接住講嘅一段說話，係成本書裏頭最具現代商業價值嘅部分。佢話：或者善聽，聾者善視，絕利一元，用師10倍；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。呢段說話翻譯成現代話係乜意思？盲人因為睇唔到嘢，所以聽覺特別靈敏；聾人因為聽唔到嘢，所以視覺特別敏銳。當你切斷咗某一個慾望嘅來源，你嘅能量會提升10倍。當你徹底反思自己嘅行為模式，日夜不停地自我迭代，你嘅能量會提升萬倍。呢段說話講嘅係一個極度反直覺嘅道理，放棄有陣時比得到更有力量，專注有陣時比全面更有威力。你睇今日嘅商業世界，嗰啲真正做到頂級嘅公司，無一例外都係極度專注嘅公司。蘋果公司喬布斯回歸之後做嘅第一件事係斬咗70%嘅產品線，就剩低嗰幾款。然後蘋果從瀕死邊緣變成世界上市值最高嘅公司，呢個就係絕利一元，用師10倍。你將所有嘅資源、所有嘅注意力、所有嘅能量，全部集中喺一點，你嘅穿透力會超出你嘅想象。但大多數人做唔到呢一點，點解？因為人天生貪婪，因為人天生怕錯過。FOMO錯失恐懼症係刻喺人類基因裏頭嘅底層代碼。你見到人哋賺錢，你就想跟；你見到人哋做乜，你就想做乜。然後你乜都做，乜都做唔精，最後乜都做唔成。陰符經喺2000幾年前就將呢個道理講透徹咗。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，講嘅係乜？講嘅係自我反思嘅力量，唔係嗰種表面嘅復盤，唔係嗰種開會嘅時候講下場面說話，係真正嘅深入骨髓嘅自我審視。你做咗乜？
點解要做，結果點樣，邊度錯咗，錯喺邊一層，係認知層面嘅錯誤，定係執行層面嘅錯誤，定係戰略層面嘅錯誤？呢種反思，如果你可以做日夜不停，你嘅成長速度會係普通人嘅萬倍。呢個唔係誇張，呢個係複利嘅力量。我想喺度講一個人，曾國藩。曾國藩係中國近代史上被研究最多嘅人物之一。佢出身普通，天資都唔算聰明，考咗7次先中秀才，但佢最後成咗乜？成咗晚清第一名臣，成咗嗰個時代嘅定海神針。佢靠嘅係乜？靠嘅就係三反就夜呢4個字。佢寫日記從20幾歲寫到死，從來冇停過。佢嘅日記裏頭記錄嘅係乜？唔係今日食咗乜，去咗邊度玩，係今日做錯咗乜，講錯咗乜，想法邊度出咗偏差，邊度有私心，邊度有懈怠。佢喺日記裏面鬧自己，鬧得極其狠。佢話自己係偽君子，話自己好色，話自己懶惰，話自己虛榮。但佢每次鬧完都會寫低改正嘅方法，然後去執行，然後第2日繼續審視，繼續反思，繼續改正。呢種日復一日嘅自我迭代，就係三反就夜嘅現代版本。你睇曾國藩最後做到咗乜？佢帶住一支自己一手建立嘅軍隊，平定咗太平天國。佢喺嗰個內憂外患、體制腐朽到入骨嘅時代，硬係靠住個人嘅修煉同認知，成為咗嗰個時代最後嘅脊梁。呢個就係用師萬倍嘅真實案例。陰符經裏頭有一段說話，係我個人認為全書最深刻，亦最容易被誤解嘅部分。佢話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於目。心因為外物而產生慾望，亦因為外物而死去。機在於眼，在於你可唔可以睇見。呢3句說話講嘅係人類最根本嘅困境。人係被慾望驅動嘅動物。你想要錢，你想要權，你想要愛，你想要被認可，你想要安全感，呢啲慾望係你行動嘅動力，但同時亦係你最大嘅枷鎖。因為一旦你嘅心被某樣嘢抓住咗，你就失去咗判斷力。你開始為咗得到佢不惜一切代價。你開始為咗保住佢患得患失。你嘅眼被慾望遮住咗，你就睇唔見機。機係乜？機係嗰個稍縱即逝嘅時機，係嗰個只有喺你清醒、客觀、唔帶任何執念嘅時候先可以睇見嘅嘢。你睇劉邦，劉邦呢個人被好多人睇唔起，覺得佢流氓，覺得佢無賴，覺得佢冇乜本事。但劉邦有一個項羽冇嘅能力，佢能夠控制自己嘅慾望。鴻門宴之前，劉邦嘅軍隊先進咗咸陽。咸陽係乜？係秦朝嘅首都，係天下最富有嘅地方，係無數人夢寐以求嘅地方。劉邦嘅手下見到嗰啲金銀財寶，見到嗰啲美女都癲咗。但劉邦約法三章，秋毫無犯，將手下人嘅慾望全部壓住咗。佢點解能夠做到呢一點？因為佢睇見咗機，佢知此刻貪圖享樂係找死。項羽嘅軍隊仲喺後面，如果佢喺咸陽沉溺於享受，等項羽到咗，佢就係砧板上嘅肉。佢嘅心冇死於物。所以佢嘅眼仲係清醒嘅，佢仲可以睇見機喺邊度。反觀項羽，項羽入咗咸陽做咗乜？火燒阿房宮，殺咗子嬰，將咸陽嘅財富全部帶走。有人勸佢話：關中呢個地方地勢險要，土地肥沃，係王霸之地，你應該定都喺度。項羽講咗乜？佢話富貴不歸故鄉，如錦衣夜行，誰知之者？佢要反楚地，佢要令鄉里睇見佢嘅榮耀，呢個就係心死於物。佢嘅心被故鄉嘅榮耀感，被嗰種衣錦還鄉嘅虛榮心抓住咗。佢失去咗對機嘅判斷，佢放棄咗關中呢個戰略要地，將佢拱手讓俾劉邦，然後佢輸咗成個天下。陰符經話：機在於目。機只有心，不被慾望遮蔽嘅人先可以睇見。呢個就係點解歷史上最後嘅贏家往往唔係最強嗰個人，而係最清醒嗰個人。而家我哋來講陰符經最神秘亦最具顛覆性嘅一個概念——道。陰符經話：天地萬物之道，萬物人之道，人萬物之道，三道既宜，三才既安。呢段說話係全書核心中嘅核心。天地係萬物嘅盜賊。天地吸收萬物嘅能量嚟維持自己嘅運轉，萬物係人嘅盜賊，
萬物消耗人嘅精力、時間、生命。人係萬物嘅盜賊，人從萬物中獲取能量、資源、智慧。三道各安其位，天地先可以和諧運轉。呢段說話講嘅係一個極度殘酷但極度真實嘅宇宙觀。呢個世界本質上係一個巨大嘅能量流動系統，冇邊個係真正嘅給予者，亦冇邊個係真正嘅受害者。所有嘅存在都喺呢個系統裏面互相盜取、互相消耗、互相滋養。用現代話講，呢個就係生態系統，呢個就係食物鏈，呢個就係資本流動嘅底層邏輯。你以為你喺度創造財富，其實你係喺度從呢個系統裏面盜取能量。你以為你喺度給予，其實你亦喺度從對方嗰度獲取你需要嘅嘢。呢個冇對錯，呢個係規律。關鍵係你喺呢個系統裏頭處於乜位置？你係嗰個主動盜取嘅人，定係嗰個被動被盜取嘅人？你係嗰個掌握規律嘅人，定係嗰個被規律碾壓嘅人？陰符經話：三道既移，三財既安。意思係當每個層級嘅盜取都喺正確嘅軌道上運行，成個系統先至係穩定嘅。翻譯成現代話，當每個人都喺自己嘅位置上，用正確嘅方式獲取自己應得嘅能量，呢個社會先至係健康嘅。但現實係乜？現實係好多人唔知自己喺呢個系統裏頭嘅位置，佢哋以為自己喺度盜取，其實喺度被盜；佢哋以為自己喺度賺錢，其實喺度幫人打工、幫人創造價值，自己淨係攞咗一啲啲；佢哋以為自己喺度經營關係，其實喺度消耗自己嘅能量，滋養別人。呢個唔係陰謀論，呢個係認知差距帶嚟嘅必然結果。認知高嘅人永遠喺度從認知低嘅人嗰度盜取能量，呢個係呢個世界最殘酷嘅真相之一。我想喺度講一個人，蘇秦。蘇秦係戰國時期嘅縱橫家，係嗰個時代最頂級嘅信息操盤手。佢出身貧寒，去秦國求仕冇被接受，反到屋企窮困潦倒，連屋企人都睇唔起佢。佢嘅阿嫂見到佢落魄歸來，連飯都唔煮俾佢食。呢種羞辱對一個有抱負嘅人嚟講係致命嘅。但蘇秦冇被壓垮，佢做咗乜？佢閉門苦讀。讀嘅係乜？據說就係陰符經之類嘅縱橫之書。佢讀咗1年出嚟，然後佢開始遊說六國，提出合縱策略，一人身配六國上任。呢個係乜概念？呢個係一個人靠住對天下大勢嘅精準判斷，靠住對每個國家利益訴求嘅深刻理解，靠住對人性嘅精準拿捏，完成咗嗰個時代最不可思議嘅階層躍遷。佢從一個被家人嫌棄嘅窮書生，變成影響成個戰國格局嘅超級玩家。佢做到咗陰符經講嘅嗰件事，佢成為咗嗰個主動盜取天下能量嘅人，而唔係被天下盜取嘅人。佢嘅武器係乜？係認知，係對天下大勢嘅洞察，係對人性嘅理解，係對信息嘅精準把握同運用。呢個係今日叫乜？叫信息差，叫認知套利。最頂級嘅財富永遠係認知財富，而認知財富係可以通過學習、思考、反思嚟積累嘅。呢個就係點解陰符經呢本書喺任何時代都有價值，因為佢教嘅係嗰種最根本嘅認知升級方法。陰符經有一段說話，講嘅係控制與反控制嘅哲學。佢話：適其時，動其機，萬化安。喺正確嘅時機行動，一切都會自然而然淡走上正軌。把握住嗰個關鍵嘅機，成個局面就會穩定落嚟。呢句說話講嘅係時機嘅力量。時機係呢個世界上最難把握，亦係最值錢嘅嘢。你睇歷史上嗰啲真正嘅贏家，佢哋唔一定係最勤力嘅，唔一定係最聰明嘅，但佢哋一定係最識揀時機嘅。劉邦喺秦末亂世，選擇咗喺正確嘅時間起兵，喺正確嘅時間進入關中，喺正確嘅時間同項羽妥協，喺正確嘅時間反擊。每一個關鍵節點，佢都踩喺時機上。呢個唔係運氣，呢個係對天道嘅理解。佢知幾時要忍，幾時要動，佢知浪幾時會嚟，幾時會退。呢個就係適其時，動其機。但呢度有一個好多人容易犯嘅錯誤，好多人以為把握時機就係等待，就係乜都唔做，等住機會從天上面跌落嚟。呢個係錯嘅。
陰符經講嘅時機係建立喺你對天道有深刻理解嘅基礎上嘅主動判斷，唔係被動等待，係主動觀察、主動分析、主動判斷，然後喺嗰個精準嘅時刻果斷出手。呢兩者嘅區別係主動同被動嘅區別，係獵人同獵物嘅區別。我想喺度講一個人，諸葛亮。諸葛亮喺隆中等咗幾多年？等咗將近10年。好多人以為佢係喺度等待機會，係喺度蟄伏，但實際上佢喺嗰10年裏面做嘅係乜？佢喺度研究天下大勢，佢喺度分析曹操、孫權、劉標各方嘅實力對比，佢喺度構建自己對未來走勢嘅判斷框架，佢喺度打磨自己嘅戰略思維，佢唔係喺度等，佢係喺度準備。當劉備三顧茅廬嘅時候，佢一出山就備出咗嗰篇著名嘅隆中對。天下三分，曹操據北，孫權據南，劉備取荊益，待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移向宛洛，將軍申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。呢個係佢喺嗰10年裏面反覆推演、反覆驗證嘅戰略。佢出山嘅嗰一刻，係佢認為時機成熟嘅嗰一刻，唔係別人逼佢出嚟嘅，係佢主動判斷時機到咗。呢個就係識其時動其機，呢個就係嗰種真正嘅戰略級強者嘅行動邏輯。陰符經接住講咗一段令人睇完之後久久無法平靜嘅說話。佢話：至樂勝愚，至靜則廉。極度嘅快樂會令人嘅本性泛濫，極度嘅平靜先可以令人保持清廉清醒。呢句說話講嘅係一個關於人性嘅深刻洞察。人喺得意嘅時候最容易失去理智，喺順境嘅時候最容易放鬆警惕，喺欲望被滿足嘅時候最容易滋生更大嘅欲望。你睇歷史上嗰啲帝王，有幾多人係喺逆境中英明神武？一旦坐穩咗江山，就開始腐化墮落。唐玄宗李隆基前半生係開元盛世，係中國歷史上最輝煌嘅時代之一。後半生，一個楊貴妃將佢變成一個沉溺於享樂、不理朝政嘅昏君。安史之亂將大唐打到半死不活，從此之後再冇反倒盛唐嘅高度。呢個係至樂勝愚嘅最典型案例。當一個人嘅慾望被極度滿足，佢嘅本性裏頭嗰啲最危險嘅嘢就會開始泛濫、懶惰、貪婪、自大、短視。呢啲嘢喺困境中被壓制，喺極度安逸中會一個個走出嚟，將你毀咗。所以陰符經話：至靜則廉。真正嘅強者係嗰啲能夠喺順境中保持內心平靜嘅人，唔係嗰種死氣沉沉嘅平靜，而係一種高度警覺、高度清醒嘅平靜。佢哋知道今日嘅繁榮可能係聽日危機嘅前奏，佢哋知道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佢哋唔會被當下嘅成功蒙住雙眼，佢哋永遠喺度問：下一個危機喺邊度？下一個變化係乜？我而家嘅優勢仲可以維持幾耐？呢種思維喺今日嘅商業世界裏頭叫做危機意識。但陰符經話俾我哋知，呢個唔只係商業智慧，呢個係天道。順應天道嘅人喺繁榮中保持冷靜，喺危機中保持從容；逆天道嘅人喺繁榮中放縱，喺危機中崩潰。陰符經裏頭有一句話，短短幾個字，但每次讀到我都會沉默好耐。佢話：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；天地之道浸，故陰陽盛。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意。順應自然之道係靜嘅，正因為靜，天地萬物先得以生長；天地之道係漸進嘅，係浸潤嘅，正因為如此，陰陽先可以相互轉化，萬物先可以順應變化。呢段說話講嘅係一個關於變化嘅深刻道理。真正嘅強大唔係嗰種爆發式嘅轟轟烈烈嘅強大，而係嗰種靜水流深嘅持續滲透嘅日積月累嘅強大。就好似水，水係世界上最柔軟嘅嘢，但水係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嘅嘢。滴水穿石，唔係靠力氣，係靠持續。道德經裏頭話：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陰符經同道德經雖然係兩本唔同嘅書，但喺呢一點上，佢哋講嘅係同一個道理。真正嘅力量係嗰種睇唔見嘅持續積累嘅力量，嗰種轟轟烈烈嘅力量，往往係曇花一現。
你睇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，何等強悍，但佢嘅力量係嗰種爆發式嘅力量，佢每一場戰役都贏，但佢冇嗰種持續積累、滲透浸潤嘅戰略耐心。劉邦呢？劉邦打仗輸多贏少，但佢有一種水嘅特質，佢輸咗爬起身繼續，佢被打敗逃跑，然後重整旗鼓繼續。佢嘅力量係嗰種浸潤式嘅持續積累嘅力量，最後呢種力量將項羽嘅爆發式力量徹底耗盡咗。呢個就係陰陽相推而變化瞬移，剛與柔、強與弱、進與退，呢啲對立嘅嘢喺度不斷相互轉化。識得呢個道理嘅人唔會執着於一時嘅強弱，而係睇到更長嘅週期、更深嘅規律。而家我想講一個現代版本嘅故事，任正非。華為嘅創始人係中國商業史上最被低估嘅戰略家之一。華為喺過去幾十年裏頭經歷咗幾多次幾乎被打倒嘅危機，無數次被競爭對手打壓、被客戶拋棄、被技術封鎖、被國際制裁，但華為每次都企返起身。點解？因為任正非有一種因父經講嘅嗰種靜嘅力量，佢唔係嗰種高調嘅創業者，唔係嗰種中意企喺聚光燈下嘅人。佢將華為嘅力量積累喺技術研發上，積累喺人才培養上，積累喺嗰啲睇唔見嘅地方。佢講過一句話：華為沒有成功，只有成長。呢句說話就係自然之道靜嘅現代版本，唔係追求嗰種爆發式嘅成功，而係追求嗰種持續嘅深入嘅成長。呢種力量係嗰種經歷過最嚴酷嘅打壓之後，依然能夠企立嘅力量。呢種力量係陰符經裏頭講嘅真正順應天道嘅力量。陰符經嘅最後一部分講嘅係一個關於生死嘅終極哲學。佢話因生於害，害生於因，因為往往從傷害中生長出嚟，傷害往往從因為中產生。呢句說話係全書裏頭最令人細思極恐嘅一句說話。你以為你喺度幫人，其實你可能喺度害佢；你以為人哋喺度害你，其實嗰個可能係你成長最快嘅時刻。你以為你嘅成功係因為嗰啲幫過你嘅人，其實嗰啲打擊過你、否定過你、逼過你嘅人，先至係你真正嘅恩人。呢個邏輯喺人類歷史上有無數嘅驗證。越王勾踐被夫差打敗，被逼臥薪嘗膽，受盡屈辱。呢個係害，但正係呢個害激發咗佢最深處嘅力量，令佢完成咗嗰個時代最不可思議嘅復仇。如果夫差一開始就將佢殺咗，亦就冇後來嘅故事。如果夫差一開始就對佢好好，俾佢安逸嘅生活，佢亦唔會有嗰種置之死地而後生嘅力量，害生出了因。反過來，夫差對勾踐嘅仁慈，嗰個放虎歸山嘅決定，係佢對勾踐最大嘅因。但呢個因最後變成咗夫差嘅死因，因生出了害。呢個邏輯喺今日嘅職場裏頭，喺今日嘅商業世界裏頭，處處可見。嗰個喺你最艱難嘅時候拒絕咗你、否定咗你嘅人，可能係逼你走上另一條路嘅人。嗰條路可能先至係你真正應該走嘅路。嗰個喺你成功嘅時候俾你各種好處、各種奉承嘅人，可能係喺度消耗你嘅判斷力，令你喺溫水裏頭慢慢失去銳氣。因生於害，害生於因，呢個係宇宙最深嘅辯證法。識得呢個道理，你就唔會喺逆境中絕望，亦唔會喺順境中飄飄然。你會將每一次打擊都當成一次充電，你會將每一次順境都當成一次需要警惕嘅時刻。呢種心態係真正嘅強者心態，唔係嗰種我無所不能嘅狂妄，而係嗰種我知規律係乜，所以我不慌嘅從容。陰符經嘅最後講咗啖一句說話：聖人之自然之道不可為，因而制之。聖人之道、自然之道係不可違背嘅，所以佢唔係去對抗佢，而係順應佢。然後喺順應之中，種到嗰個可以借力嘅點，借助天地嘅力量去實現自己嘅目標。呢句說話係全書嘅最終答案，唔係征服天地，唔係對抗規律，而係順應然後借力。就好似水，唔係硬碰硬啖去穿石，而係到石頭嘅紋理，順住嗰個紋理一點一點啖滲入去。
就好似嗰啲真正嘅戰略家，唔係靠蠻力去贏每一場戰役，而係到嗰個關鍵嘅點，嗰個可以四兩撥千斤嘅點，然後精準淡發力。呢個係陰符經俾我哋嘅最終啟示。喺一個規律不可違背嘅世界裏頭，最高級嘅智慧唔係對抗，而係順應與借力。而家等我哋將呢本書嘅核心邏輯串聯起嚟。陰符經講嘅係一套完整嘅強者生存哲學。第一層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睇明規律，然後按規律行動，唔好用蠻力對抗規律，要借助規律嘅力量。第二層天有五策，見之者昌。呢個世界有五種核心力量，睇見佢哋你就可以借助佢哋，睇唔見你就被佢哋食咗。第三層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於目，控制你嘅慾望，保持內心嘅清醒，你先可以睇見真正嘅機會。第四層三道既宜，三才既安，到你喺呢個系統裏頭嘅正確位置，主動盜取你應得嘅能量，而唔係被動但被盜取。第五層因生於害，害生於因。唔好被表象迷惑，要睇到事物嘅辯證本質，將每一次逆境都當成充電，將每一次順境都當成需要警惕嘅時刻。第六層，聖人之自然之道不可為，因而制之，順應規律，借力而行。呢個係最高級嘅智慧。呢六層邏輯環環相扣，構成咗一套完整嘅認知體系。呢套體系唔係教你做一個冷血嘅機器，唔係教你將所有人都當成棋子，佢教嘅係一種更深嘅清醒，清醒淡睇見呢個世界嘅真實面目，清醒淡睇見自己嘅位置，清醒淡睇見嗰啲可以借力嘅地方，然後從容淡行動。到呢度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你有冇諗過你而家嘅生活係你主動選擇嘅，定係被各種力量推住走嘅？你有冇認真諗過，你喺呢個巨大嘅系統裏頭扮演嘅係乜角色？你係嗰個主動盜取天地能量嘅人，定係嗰個被天地盜取能量嘅人？你係嗰個見之者昌嘅人，定係嗰個睇唔見五策被五策反噬嘅人？呢啲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如果你從來冇問過自己呢啲問題，但你可能一直生活喺一種無意識嘅狀態裏頭，被慾望驅動，被環境塑造，被各種外力推住走，以為自己喺度選擇，其實只係喺度被選擇。陰符經呢本書最大嘅價值唔係俾你一套具體嘅操作手冊，而係俾你一雙眼去睇見規律。當你擁有咗呢對眼，你睇呢個世界嘅方式就會徹底改變。你會開始睇見嗰啲隱藏喺表象之下嘅力量。你會開始理解點解有啲人總係能夠踩喺時機上，而有啲人總係慢半拍。你會開始理解點解有啲人越打擊越強，而有啲人越順利越廢。你會開始理解點解真正嘅強者往往係嗰啲睇落最安靜嘅人，因為靜先可以睇見機，因為睇見機先可以動其機。萬化安，我想用一段說話嚟結束今日嘅解讀。陰符經誕生喺一個亂世裏頭，佢係嗰個時代最頂級嘅智慧結晶。2000幾年過去咗，王朝更迭，時代變遷，但呢本書裏頭嘅道理一字未老，因為佢講嘅唔係某一個時代嘅規律，而係宇宙嘅規律、人性嘅規律。呢個世界運轉嘅底層代碼，呢啲嘢唔會因為時代變咗就失效。今日嘅商業戰場同2000年前嘅戰國本質上係一樣嘅，都係資源爭奪，都係認知競爭，都係嗰個邊個能夠睇得更清楚，邊個能夠踩準時機，邊個能夠控制自己嘅慾望，邊個能夠借助規律嘅力量，邊個就贏得遊戲。遊戲嘅規則從來冇變過，變嘅只係遊戲嘅形式。所以讀明咗陰符經，唔係讀明咗一本古書，係讀明咗呢個世界最深處嘅遊戲規則，係讀明咗點解有人生來就係獵人，有人生來就係獵物，以及你點樣從獵物變成獵人。最後我想送你一句說話：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刍狗。但嗰啲真正讀明咗天地嘅人，會將呢句說話反過來用，佢哋唔會被天地當屬狗，佢哋借天地之力成為自己命運嘅主人。呢個先至係陰符經400字背後真正想話你知嘅嘢。如果今日嘅內容令你有啲感觸，如果你覺得呢種解讀方式令你對嗰啲古老嘅智慧有咗新嘅理解，請俾個 like 我。
訂閱呢個頻道，我會持續為你解讀嗰啲被歷史封塵嘅頂級智慧。嗰啲智慧唔係博物館裏頭嘅文物，佢哋係活嘅，佢哋就匿喺你每日面對嘅困境同選擇裏頭。等你讀明咗佢哋，你就會發現原來你一直喺度嘅答案，2000年前就已經有人寫低咗。我哋下期見。